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非常高安。兴我们一起在每周六的晚上，一起同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神。这个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聚集在神你的面前，也恳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让我们用全部的心意来到神你的面前，来向主你献上赞美的话语。也恳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心不仅敞开，也让我们敞开的心思意念，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神你的喜悦。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敬拜，今天的在你面前的赞美，能够得着神你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心意完全的摆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要全心赞美，全心的感谢，全心的赞美，在神的面前，在圣的殿当中，我们要用全新的心意来向主献上感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保持喜乐的心，来赞美我们的主。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们每一位年轻朋友找一个位置坐，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全新的感谢、全新的赞美，来向主献上喜乐的赞美的声音。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们一起来拍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用诗歌，让我们用声音来荣耀神，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当我们愿意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声音，来向主你献上赞美的声音，主啊，你必定能够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让我们明白，神你是配得尊荣的神，你也是配得我们在你面前站立向主你献上赞美的声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感谢的生命，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在你坐下以前，跟你旁边的朋友讲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好，这个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在奉献里面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祝福，也让我们透过感谢的奉献，能够再次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奉献哈。牧师也好，请坐哈，请坐。我们一起起立好了，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请子轩来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敬拜你。谢谢求你也保守我们的身心灵都有你的同在。阿门。我们也献上金钱，为你的圣工做录用。求你接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门谢谢，请坐。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耶稣在世上做事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呢，其实也是让我们现今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值得来学习。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要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生活当中应该要活出的生命的目的跟中心的价值？在这个世代里面，我相信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才不会枉然走这一回啊。好，所以呢，可能年轻人还不太晓得，你们已经了解自己活在这世上的目的的，请举手。大部分应该是没有啦。好，现在大部分你们会想到的是说，我要怎么样好好用功读书，或者是我接下来未来要做什么。如果你不念书，你也会想到说，那到底我未来要干嘛？所以呢，期待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在世上做事的目的，我们也能够更明白，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它的价值的。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关乎到耶稣他每天他也天天教导人，用生命的真理、上帝的话语在引导人，然后帮助人能够过一个什么叫做悔改的生活。你觉得你的生命已经有悔改的举手？有悔改过的好了。你有做错事情有悔改过的举手？来，有吗？有啊。有没有悔改过？做错事情然后说对不起，然后我错了，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行动的？有吗？应该有吧。有些没有，都没有。嘉伟有做过吗？没有，也不知道，没关系。我们试看看，回想看看。但是耶稣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其实他对圣经就非常的着迷，甚至呢，他对圣经的话语他非常热爱，他也时常去问，时常去听，然后呢，也勤奋的在学习。所以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如何靠着主的话语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其实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于现在年轻的你们可能觉得还不是很重要，因为现在你们最需要的是先得着什么是上帝的话语，成为你们生命的祝福。所以牧师要鼓励你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上帝的话语，它其实有什么作用？上帝的话语它会带给我们生命什么样的帮助？第一个，它会赋予我们生命是有生命的，它会让我们的生命产生新的生命啊。什么叫做上帝的话语赋予我们生命？就是会让你的生命从一个做错事情的生命，重新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是不是像新的生命一样？好，那就是新的生命。另外一个，上帝的话语会让我们的成为义。什么义？义的意思简单来讲叫做好了，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好人啦。简单讲就这样讲。但是呢，真实的好人那又不见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得救的好人？那得到谁的救赎？得到上帝的拯救，那才是真正的。就好像如果我在成为一个台湾人，我就必须要遵守台湾的法律，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遵守过，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你只要看到警察，你就会怎么样？起紧张哦！我时常在想，那些坏人为什么他在马路上看到警察询问，他就怎么样？他就露出马脚。好，所以一个义人，一个好人，他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真实的成为一个得救的好人，这就是基督徒称为义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我们要时常看上帝的话语，就像那个什么，就像刚在喝奶的婴孩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婴孩，如果他婴儿他如果想要喝奶，他会怎么样？他为了想要喝，会想要哭啊。可是你只要塞给他，喝完以后他就怎么样？就安分了。所以他对奶的那一种依赖，就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得到成长，必须要透过上帝的话语。
如果你不看神的话语，你没有办法得着那个真正生命成长的一个智慧。另外一个，上帝的话语，牧师也上次跟大家分享到，什么叫做成圣？上帝的话语会让我们明白怎么做，而让神的话就是真理，让我们明白怎么遵照他的话语来做，那你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你没有做错事，因为你知道怎么做，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走在那个错误的路上。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也是服侍神，可是他有些时候会做错，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他会说那是他的老问题，他会说他改不了，可是实际上他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他。另外一个，上帝的话语会赐给我们智慧，所以上次我们也分享到，上帝的话会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跟敌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敌人，跟我们敌对的人，跟人家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透过上帝的话，让我们提醒我们能够过得跟别人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上帝的话会成为让我们给我们智慧。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上帝的话语虽然听起来很像是关乎教义，好像是上帝的知识，可是实际上，耶稣他时常在告诉门徒如何从神的话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是门徒不见得了解。所以为什么耶稣时常他都是用像布道，好像在传福音、讲道、讲生命的信息的那一种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年轻朋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诗篇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现在牧师要邀请每一位学生，我要听到你们声音，大声的来念，然后呢念清楚，因为让你们念清楚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熟记你们所念的话语。好，来，我们再次一起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讲清楚，再一次哈，不是灯光啊哈，来再一次哦，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上帝的话怎么样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叫做让人有智慧、眼界，知道怎么遵循学习的方式的方向。所以今天牧师去参加一个就任式，那个牧师他讲到一个，他说一个基督徒啊，不在乎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来决定他是否是一个上帝喜悦的儿女，而在于什么？在于他走的方向。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认为说，我现在哇，我很丰富啊，我很恩典啊，我很受祝福啊，甚至有些基督徒他认为说，我很衰，我甚至怎么样，多么难受，他甚至放弃自己。不管你现在是处在什么样子的地位，什么样子的位置，要记得一件事情，只要方向对了，那就对了。如果你方向错了，那就怎么走你都会很错到底。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让上帝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代表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意识到，上帝的话语能够培养我们的生命走在一个重要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一起说，让上帝的话作为我生命的粮食，让上帝的话作为我生命的粮食。云杰，听说你决志要受洗，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你有没有相信上帝的话要作为你的帮助啊？要决志受洗不是嘴公公的呢，你要开始改变你的思维，专心在上帝的面前去听神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去唤醒你的生命。不要让你的生命是一直停留在沉睡里面，因为那不会帮助你。我们的决志是代表你的生命要不一样哦。来，你大声的说，我的生命要不一样。你不是要决志？大声说啊，我的生命要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没有想要不一样嘉伟，你的生命有没有一样？你有没有想要不一样？
受祝福的，充满祝福的。看起来没有。中学，你的生命有没有想要不一样？大声的讲出来，你说我的生命想要不一样。一个尊贵的基督徒，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他会知道他的方向要怎么走。你看，刚刚牧师在邀请各位你们说的时候，马上就会透露出你们自己的方向是怎么走的，懂我意思吗？一个知道我自己的生命要怎么走的人，人家邀请我做什么，好，这个好，我要，我的生命就不一样啊，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生命放在对的方向，不要让现在你的处境，可能现在你可能很累，可能现在你觉得牧师你讲这个好烦哦，一直在要求我干嘛干嘛的，这是你说的，又不是我说的。可是如果你一直让自己都处在你现在的位置，那么我告诉你，你的走的方向不会得着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不再看我们现在的路，而是要看上帝为我们带领的路。所以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名册有很多人，可是实际聚会人数不会增加？我告诉各位大桥教会里面我看过，可能有60-70位，都是有名单里面的甚至更多一点。可是呢，有再来的不见得，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一间教会都一样，每一间教会都一样，都有甚至几百个人的名册，人员名册。可是实际上有来参与聚会的人没有，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缺乏有效率的领导者。教会里面有领导者，可是不见得有效率。牧师，我想问各位，在教会如果你参与服事，在教会你也是可能在你的工作合场、工作职场，你也是一个领导者。可是你是否能够真实的去好好去看待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效率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觉得你在学校你也是一个我很会办什么活动，我很会干嘛，我是一个领导者。可是有没有效率啊？这是个关键啊。学生的效率在哪里？嘉伟，学生的效率要做什么？把功课写完，对不对？成绩要怎么样？成绩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努力的过程重不重要？重要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对你自己说，我要成为有效率的领导者。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一个有效率的领导者，他才可以真正的去满足别人，甚至他能够帮助别人。教会如果缺乏有效率的领导者，教会有很多人的需要，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这样懂我意思吗？每次只要需要帮忙的时候，需要代祷的时候，总会找谁？牧师来了，牧师你来了，对不对？需要金钱的帮忙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怎么样？牧师，我们遇到会有一个问题那个他可能需要帮忙，那我把这个问题丢来给教会。现在我们教会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助一些社会局，他们会把一些相关的个案，会把这些名单给教会。但是教会我们要去深入到他的家庭，关怀他们。我们需要做什么事？他们可能会说，大桥教会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遇到问题叫卡债、负债。那你怎么辅导他、帮助他？这个要不要智慧？要。所以如果没有效率的基督徒，通常就会说什么？这个这往教会没法度，教会只能做的就是用信仰来陪伴你。但是你遇到这个卡债、债务问题，我没有办法陪伴你。所以这句话，通常这样的人，他就会怎么样？他会不会进入教会？会不会？不会。所以其实牧师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现在TVBS 甚至教会的这个全台湾的企业跟这个社会组织一直开始在跟教会做这样子的连结，就是希望透过教会能够训练好一批有效率的领导者，来帮助这一些有困难的家庭，帮助他们明白了解。原来社会资源在我们的国家资源里面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的？
然后我们透过信仰来陪伴他们，而让他们接触到生命的目的跟方法。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题外话，牧师不讲多说，那也期待大家能够明白，一起为教会接下来要推动的事情来祷告。所以呢，教会若要兴起更多有生命效率的基督徒领导者，我们就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一起说，来满足他人的需要。这个很重要。那满足他人的需要是什么？他人的需要有些时候是什么？我们大部分教会办活动、办事工，普遍都是什么？你们要来配合教会的方法。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要成为满足他人的需要。什么叫满足他人的需要？学生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会需要什么？嘉伟，你来到教会聚会，你会需要什么？你期待什么？期待什么？教会的活动里面，没有期待。中选呢？你会期待什么？音乐。中南呢？你呢？我曾经带过一些学生，他们说，你来到教会，我问他说，你来到教会，你期待需要什么？他跟我讲说，他需要有人听他说话。那也有人跟他讲说，他需要有人能够跟他爸爸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好，甚至他说，他需要有人能够让他明白他接下来要怎么过活，怎么活下去，都有。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一个人来到教会，虽然教会可以透过不管是聚会内容，不管是我们所安排的方式，来祝福一个人，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听到这一些人他们的需要，而得到生命的满足。那么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本身服侍神的道路上，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效率的领导者。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所有的台湾有很多这个大卖场，有没有？有没有？只要这一间大卖场，它卖的东西越齐全，就越多人去。你有没有发现？只要它产品不齐全，甚至灯光好像感觉不太好，你会发现它会越来越没落。所以你看，莱尔富好像也比较少，有没有？有没有 ？OK 好像也比较少，有没有？可是你去观察这一些商店的营业方法，你就会看出他们的内容的确有差别，而且他们里面的内容的确比其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的厂商比较少。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如果教会没有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你会发现人进到教会，他的生命虽然我们都是站在说我们要带给他们信仰，带给他们生命，可是我要问各位，当人进到教会，他知道你没有办法给我的时候，我们何能可以有机会告诉他福音呢？那要透过什么？我们期待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好，所以呢，一个有生命效率的基督徒领导者，第一个，我们不制造，我们一起来念哈，不制造问题，衍生事端。好，我们必须要透过什么？倚靠神解决问题，改变生命现况。所以牧师真的非常期待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子安、子轩、怡宁，还有这个嘉欣，有没有？还有玉欣，甚至金玉老师，很多愿意投入在这些陪伴我们国中年轻人的当中的这些勇士。其实牧师看到我们大桥教会未来会有一批很大一批的同工勇士，是上帝预备好的，像云杰，云杰也是嘉伟带来的吗？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恩典。我们要时常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上帝所祝福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现况，我们都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放在上帝要我们走的方向。
所以呢，当我们依靠神来解决问题，改变生命现况，我们将人带进教会，服侍他们，吸引他们留在教会。我告诉你，这不是做业务，这是透过生命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如何做一个有生命效率的基督徒领导者？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耶稣做事的目的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是耶稣诞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是圣灵感孕哈，他从卑微的马槽出生。好，甚至呢，耶稣他喜欢在圣殿里面，然后认识上帝的话语。他甚至怎么样，跟老师在一起，边问边学。他小的时候就这样哦。好，甚至呢，耶稣到他受洗的时候，是给施洗约翰帮他受洗。当时候，施洗约翰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像就像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一样。可是呢，当约翰，好，施洗约翰，他帮耶稣施洗的当中，耶稣他领受到就像那个鸽子一样的圣灵。好，所以呢，耶稣他怎么样？他还怎么做？他甚至耶稣他在旷野领受40天的试探，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呢，耶稣他甚至到圣殿里面，他做什么事情？看到人一大堆人在外院，好，圣殿的外院，外院在做什么？外院就是让那一些外邦人，好，聚集聚会，能够敬拜上帝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在这个外院，在那边卖东西，卖给那一些有人要献祭，他可能要献鸽子、献羊犊的地方。但是他们卖东西要做什么？供给他们自己的私利。所以耶稣看到这些很心不平啊，北宋啊，你们怎么在我的父上帝的圣殿里面做这些事情？我的上帝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啊！你们怎么在这边卖东西，然后剥削那一些穷人家呢？耶稣他就是这么有义气。好，耶稣呢，他甚至在山上教导人。我们知道8福登山宝训，带给人生命的祝福。耶稣他还做什么？他让寡妇的儿子，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甚至也让拉撒路复活，甚至还有让那个雅鲁的女儿复活。这就是耶稣他所做的医治人。耶稣还做什么事？我们知道的故事，什么5饼2鱼，他让3000人、5000个人吃饱啊，透过5个饼2条鱼，透过分享，然后上帝祝福，神迹的发生。耶稣做什么？耶稣非常喜爱小孩，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喜爱小孩是对的，喜爱小孩是对的哈。好，所以耶稣喜爱小孩，耶稣也医治病人，甚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告诉跟随他的门徒重要的目的，他要为他们来死。可是当中会有一个人来出卖他。耶稣他在做的事情，我现在用最快速的故事，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国中同学，你们能够明白哦，原来耶稣圣经里面的故事有讲到这一些。耶稣甚至怎么样被出卖？这个亲嘴的是谁？犹大。好，亲嘴的这个就是我把他用30块钱卖掉的这个耶稣，你们就抓他，我亲他啊，你就知道了，就是他，他就是耶稣。甚至耶稣最后为人来钉死在十字架，十字架是罗马当时候的刑具，犯人的刑具。可是当时候的人当时候罗马政府，他们是不能够针对只要是信仰上面犯罪的人来做定罪，他们只能够政治方面，如果你是在国家上面的罪，那你就怎么样？你就会被定罪。可是呢，比拉多当时候他也认为罗马管理这个犹太人的比拉多巡抚，他说：耶稣他犯什么罪啊？他就问耶稣啊，你是不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啊？你是不是主啊？他说什么？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并没有罪，也没有人有办法定他罪，可是他最后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简单从这些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到46节，44节到45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来。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做事的重要目的。第一个，跟你旁边的朋友说，你要服侍人，你要服侍人，说啊，服侍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教会里面，你不要认为说啊，那是谁的工作，大家都有份，都同样的有份，你看到了，你得安怎，你就主动去怎么样去帮忙，甚至你想到说，这个我刚好提早来了，我刚好看到这个，这个好像子安哥会做的哈，那我就怎么样，我去帮他弄一下。这个牧师好像会用的，那我们就帮他弄一下。只要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我们就去做。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很重要的概念。今天圣经里面他讲到一个，他说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我告诉你这段话在发生什么时候？当时候雅各、约翰他们就来问耶稣，就是到底我们以后我们是坐在耶稣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以后要做什么？做王啊！所以他们想说，耶稣，你听你这样讲，好像你要受难，你要受死你不是要做王吗？大家都很欢迎你啊！所以到底以后我们这些门徒雅各跟约翰，我们两个到底谁坐在你左边，谁就坐在你右边呢？耶稣说什么？在你们中间，谁愿意做头的，谁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你要做头，你就要做仆人啊！就是说，可以的话，你要学会怎么样去服侍人啊！所以，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要问各位，在你的身边当中有没有朋友，他是真的没有能力？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很穷的？没有，你知道吗？搞不好他穷，你不知道有没有很需要帮助的？有啊，一定有吧。也可能是他最伤心的时候，可是你说应该，还是你会带着祝福？你怎么了？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还是你用冷眼旁观的观察，看看后续的变化如何再说。牧师真的鼓励各位，我们教会真的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基督徒，就是先学习去服侍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认识领袖的概念，不外乎就是要做一个仆人式的牺牲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遇到可能要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你的态度、牺牲你的方法都没关系。耶稣他像老师，可是他虽然门徒都怎么样？耶稣要吃饭都谁在帮他买？门徒嘛，对不对？他像是老师，可是呢，耶稣他受门徒的服侍，可是他却教导门徒要像仆人一样学习耶稣去服侍人。其实耶稣他非常的谦卑，我觉得他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态度。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耶稣在世上所做事的目的很重要。第二个，我们要献他自己的生命作为活祭。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他为了救我们，降世做世人，忍受痛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献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关怀你的家人，甚至你的邻居，甚至你身边当中的一些独居老人，有需要帮助的人。刚刚牧师有提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期待教会能够一起来投入关怀。我们在这一次这个市政府他们有发，我们教会有认领10户，也就是说他们会把10户的相关的这个礼券，是真的礼券这个礼券是要祝福一些个案，然后透过教会来发给他们。那我们教会呢是申请的这个时间是用在我们的圣诞节、圣诞晚会，所以牧师鼓励各位，假如我们接下来名单来的时候，
这一些可能都是外面的不认识上帝，也从来没进过教会的一些外面的这些独居老人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当他们进入教会，牧师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表现出我们该有的热情，招待他们，然后问候他们，甚至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那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他刚买一辆新车，他非常宝贝这部车，他每天都洗车打蜡。有一天呢，他车子淋得就是有点脏，他请他的孩子能够帮他做一些清扫洗车。那这个小儿子呢，也就在洗车当中呢，他不要用抹布，他走进厨房呢，然后跟他妈妈拿了他平时洗锅子的这个钢刷，洗锅子的这个钢刷，然后就帮他的爸爸就开始擦车了，洗。等他洗完之后呢，他突然间就发现说，哇，车子怎么花了？被他洗花了。这下惨了，他非常难过，非常紧张，非常害怕，他就跑到他爸爸的面前，就说：“爸，对不起，你来看，你的车子变成这样了。”他爸爸呢，跟他的孩子看到他的车子，他的爱车刚买的，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他的心里面想说：“糟了，我的车！”他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那是我买的新车呢，1个月都还不到就变成这样了，我该怎么处罚我的孩子？”他祷告完，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世人是看表面的，而我上帝是看内心的。后来这个爸爸他醒过来，他就对他的孩子说：“谢谢你帮爸爸洗车，爸爸爱你胜过爱这部车子。”其实这个故事对我很大的激励。很多时候牧师的孩子牧师4个孩子很多，对不对？有些时候我脾气也比较没办法管控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我会觉得说，对，我要更多的祷告。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16章7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内心啊。所以我请问，一个有效率的基督徒，我们在看待我们的朋友，看待我们身边一些我们看不惯的朋友，我们还要看的是看他的外表吗？看他所做的事情如何糟糕吗？其实都不是。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同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跟17节，特别是17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17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这句话你再一直观看这句话。上帝差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学习这句话。他差他的儿子嘛，降在世上，对不对？那我请问，上帝差我们来到这世上，难道不就是要我们不要定世人的罪吗？甚至要叫世人因我们可不可以得救？可以吗？可不可以？今天牧师下午去参加一个我曾经带的学生，当时候他是大学1年级，好像大学2年级还是3年级，他现在当牧师，而且奉力做牧师，我的心里面充满感动。当然，这整个过程都是圣灵在感动他，带领他。可是，若当时候我没有人曾经，那时候我记得这个学生他跟我讲，牧师，你不要每次遇到我都跟我讲要我去念神学院，我真的还没有感动。我说没关系，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我知道，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上帝差我们，你不要把他差他的儿子，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女？是不是？我们一起说，上帝差我在这世上。跟着我一起说，来，把你们的手放在心上，放在你们的心上。来，云姐，放在心上。上帝差我来到世上，跟着我说，上帝差我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因我得救。我觉得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这种态度。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可能成为救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有啊。你在马路上遇到车祸的时候，谁救你啊？不就是那个开着救护车的那一个急救的人吗？难道他不会想说他的身份很重要吗？会啊。那基督徒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啊。我们要抱持着我们的生命可以去救一个人，那我们就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有效率生命的基督徒。我们要时常安静心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学习奉献的心智。有一句话说：“服侍不是厉害的人才在服侍。”我们一起来念好。服侍不是厉害的人才在服侍，而是当你愿意服侍，你就可以成为什么？生命不简单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不一样、不简单的生命，而是丰盛的，而是受祝福的，甚至有能力的。求神赐福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的生命，一起来透过神你的话语来学习我们生命的真理，让我们更明白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活出主你的样式。我们晓得你让我们的生命降临在这世上，生存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生命是要学习像耶稣一样，不管是聆听神你的话语，听主的道，我们更要行出神的道，能够为别人带来生命的祝福，带来医治的祝福，带来盼望的祝福。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不要时常定别人的罪，让我们学习谦卑自己的生命，好叫我们祝福的对象能够有一天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得救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印证神你的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神，也愿神赐福大家，好让各位在生活当中，在未来的一周当中，能够得蒙神更大的祝福平安。